近嚟個市咁挫，政治根本就好難估，好多人都想問究竟應該點樣部署啊？長線財富管理嘅秘密咧，有兩個字都好重要嘅，就係收息啦。嗱，舉例，如果大約60年前投資$10,000落美股咧，淨係計指數嘅升幅，累積升值大約80倍。如果計埋股息同埋將利息再投資咧，累積嘅回報超過500倍。嗱，所以唔好睇小利息對成個資產組合嘅作用。有朋友問呢2年因為減息，成日都要格價，將啲錢搬嚟搬去，爭取多啲利息。今年係咪繼續都要咁麻煩呢？咁就要睇下有冇啲方法可以鎖定幾年嘅收益啦。例如有啲短期儲蓄保險，你一筆過俾晒全期嘅保費啦，等到5年之後個保單期滿啦，可以拎翻預繳保費嘅保證期滿利益，相當於每年高達4厘嘅保證回報率。有積極啲嘅朋友就問想財息兼收啊，有咩方法可以收息，同時又捉住到潛在增長？咁就可以考慮債券啦。減息週期之下，債券除咗可以鎖定收益，亦都有機會升值。渣打提供超過1000隻政府同公司債券，而我哋就比較中意5至7年期嘅債券，即使減息預期有波動都好，仲係幾有防守性。今時今日個市咁複雜，咩都講多元化，有朋友就問收息有冇得多元化呢？梗係有啦，簡單嘅60成環球股票加4成環球債券嘅組合，過去30年大部分時間都跑贏現金。好多嘅債券基金同埋股債混合嘅多元收益基金，底層涵蓋資產超過100隻唔同地區、行業同埋發行機構嘅債券同埋股票。登入 SC Mobile 嘅基金交易平台，可以一眼就睇晒高息基金名單，低至1000蚊就可以開始投資。不論市況有幾波動，渣打 Wealth 都有全天候嘅方案，等你可以主動出擊，鎖定理想收益。財富之道，盡在當下。